昨天突然发行新专辑，突然，对，就是大家无预警的，你们有知道这件事吗？没有，你们都不知道？预约了，什么？哦，预约了，是不是？预购了什么？那我考一下你们新专辑名字叫什么？武大学。有没有？你看，有，没错，武木大学。希望大家等一下，好不好？一人，大家听到我们的富凯的这个歌声演出之后，每一个人都一定要记得去支持一下他刚刚发行的新专辑。刚发新专辑，那待会呢，你们要用最大的尖叫声把它叫出来吧。好，叫完了之后呢，大家肚子饿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去他那边推荐的那个夜市。可以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等一下我们欢迎他的时候，请大家把你们热情的尖叫声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直播线上的朋友们也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凤山人的热情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的是我们的金曲歌王许富凯，尖叫声！谢谢两位漂亮的主持人，凤山朋友大家好。我来第一首歌提供听我谢谢。会晓唱，你怎么唱哦？感情无必要打扮，阮是做平平凡凡。爱是生的希望，有该亲密着永远，缘分无必要操烦，无形成别人的爱，爱混乱的世界，阮用真心来相等。谢谢。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予我永远陪伊去天边海角，相信天公拢会我啥嘞？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可留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感情无必要打扮，阮是做平平凡凡，爱是一生的希望，有该亲密着永远，缘分无必要操烦，无形成别人的爱，爱混乱的世界。用真心来相等，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予我永陪伊去天边海角，相信天公拢会。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可留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。全世间上水的人，来咯，再大声一点。相信天公拢会听人，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
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苦恼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我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谢谢提供听众啦。分享红色的朋友，大家晚安，我是许富凯。拍摄这几天身体又开始感冒了，我真的是，对，所以希望大家待会如果听到会唱的歌，麻烦你们跟着我一起唱好吗？谢谢你们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他唱的这一首歌对我来讲有点高难度，目前的我来讲，带来这一首《半红追》一起唱，谢谢。情亲像风吹月飞，微风我的吹，冷冷的风来讲情话，加情加意才你收回。一阵雨，一阵雨，风吹人甲等孤孤。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，风吹过，风吹过，惊你飞走，无人来陪，有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的饮酒一杯，放在心肝底。亲像风吹月飞，微风我的吹，冷冷的风来讲情话，加情加意才你收回。一阵雨，一阵雨，风吹人甲等孤苦。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，风吹过，风吹过，惊你飞走，无人来陪，有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的饮酒一杯，放在心肝底。咱的感情哪会离去不回？放你
先感冒唱歌有较有感情哦。哎，这有一好无两好。安尼煞来唱一首嘛是较抒情的歌曲，叫做祝福现场所有的朋友，在2024年平安健康赚大钱，谢谢你们。是不好意思。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让富凯先去休息一下下？但是，还有一首大家最爱的歌，而且几乎每一场都一定要听到富凯唱。有人在比了，有没有？什么歌你们知道吗？我觉得你的粉丝都知道你的歌单呢。等一下，下一首不是民众谱？没有啦。好啦，我不知道等一下。
富凯准备的最后一首歌是什么，但是呢，等一下我们先让富凯去休息一下下，谢谢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让富凯上来台上陪伴大家，还有歌哦。对，大家不要走开，我们待会再欢迎我们的富凯回到台上来。没有，太小声了。再来一次，你们在等谁？杨大正，没错。有，我们今天的卡司真的都是孔金梅，大家都非常的期待。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许富凯？好啦，是你就会了。好，刚刚非常热闹，那你们应该还不会累吧？双手借我一个爱心好不好？赞哦！啊，你宝贝讲开者。阵阵风吹啊吹来，人无啊寒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山。今夜的天气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无的心情，就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娘笑阮这日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，手摇滚啊啦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笑被，为你看做冬天的稀白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笑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花。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一，你是我最爱的。我觉得声音可以再多一点的。你是我最爱的。给自己掌声加尖叫声。等一下副歌手在借我哈。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娘笑阮这日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笑被，为你看做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笑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花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你是我最爱的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笑被，为你看做冬天的稀白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。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花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最后一次了，你是我最爱的。水啦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来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听久一点，让我们摄影大哥拍一下。5、4、3、2、1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掌声！